伊俩特别向父亲也发问号伊俩也是特别向业务说问号，就是在今天的节目这个你们那边不是有问题但是我先不说话的首先的我也对那些上帝的要说到祝福，就是那些别信仰了已经进跑步，还有那些已经进来到这个圣的王国，要说保佑我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时刻就是关于全世界的局势这个全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们要说说关于全世界的局势这边都有话应该有应验了，这位这个道要被应验的道今天就要教训你们那些已经聊到就是我给他们的确认的那些不知道那就请你们要专心听吧我们先要说说关于俄罗斯跟伊朗这个国家的关系因为俄罗斯就宣布了，就是布丁总统就是俄罗斯的总统，他宣布了说他是跟伊朗这个国家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在这个以色列和伊朗有这个问题假如说你们不太清楚这个他们的历史，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有在冲突就是伊朗先要把他们的飞弹要攻击他们，因为以色列人都把那些在那个利班这个，因为他们就是那个真主党。因为这个真主党一直都要反对以色列的，他们住在利班这个国家。就是他们把这个真主党长被他们杀死，被他们杀掉了然后这个就引惹伊朗那个国家愤怒然后他就是立刻要攻击以色列的，攻击因为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个穆萨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是他们机场，就是他们要机场按照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好像要打坏了是假真机应该是最后定的新闻就是应该是F-35加这个飞机然后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愤怒然后他们就决定的来攻打伊朗。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它有非常密切的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时候我们先说说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直要帮助以色列的，为什么美国人一直要支持以色列的，这个是我父亲的话，这个伊朗这个名字真的有自己的意思就是伊朗的父亲的话是什么？你们都听见了吗？
啊。伊俩的父亲的话就这样说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比较长的，但是我必须要从这边要开始给你们解释，然后你们就可以聊到，因为除了在给上帝的儿女有鼓励啊，就是为了让上帝的儿女带人来到耶和华。我也把所有的从前的事情，我再教训你们的，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位父亲的亚耶瓦他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啊，就是你们在听教导，都是能掌握这事啊。他的名字就是亚耶瓦，就在犹太的书卷的，他是差遣以来的就来到你们的当中，就是这位亚耶瓦，他也是有差遣了呀。我说就他亲爱的儿子，就是他有通过他的道来。就是我们就是在最后的上课的教训，第4课的教训已经讲过了，其实然后这位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就是党的称呼是以色列的上帝，他就对他们要颁布要遵守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他就要颁布这个法律啊。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是要对以色列的，不是对马达加斯加或者是科摩那个国家，或者日本，或者是英国人的，确实要给以色列的要遵守。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已经的颁布啊，很长的教训的，他们都是描述这个法律啊。然后就是这个父亲也要生气了，然后他把这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要废掉了，就是他不再给他们要做那个限定的。我们都是在以赛亚，在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一起念的。我们都一起应该就是以赛亚书第66章。对了，以赛亚书第66章第3节，不好意思，这边就是在这里就父亲亚耶和华就说，我要把你们所有的献这个奉献这个都把废掉了，这个就表示那个十条诫都被废掉啊，因为没有与他们赎罪啊，那以色列的儿女都要变成了犯罪并且这位上帝就不跟着那些犯罪的人在一起假冒为善的宰女，好像杀人的，想要搞，好像打着烤箱，先公物，好像先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当然的拣选了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的，心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了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领导他们，因为我呼唤的无人答应，我说话的他们不听从我，反倒喜怒严重的抗为恶的拣选我必须要的。这边说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就父亲的，这位父亲亚耶和华真的，因为他们呼叫他们的时候，却他们没有人答应的，那从这边就说没有他们就说变成了犯罪他们就因为他们变成了为犯罪的时候没有发现为他们赎罪那就是父亲的亚耶和华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2节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成不能听见。当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大眼免不听你们。那这个话就很清楚了，这位父亲亚耶法就从来不听那些犯罪的祷告，因为父亲亚耶法把那个风险病的为他们为以色列的赎罪，那他们以色列的儿女就不再认识这亚伯拉罕的上帝。那从此那些假冒那些冒充那些假上帝，伊斯兰教就是说罗马天主教就是说亚威。有些是要冒充了雅虎，有些是要冒充了雅虎，就个个都要冒充他自己的上帝啊！却这一切都是假的，因为这个是父亲亚耶法要愤怒的说，与他隔绝，他们不再认识这位父亲亚耶法，他们从这方面就不再认识不认识他。然后那些冒充那些耶和华亚威伊斯兰教叫他阿拉。伊斯兰教就是在公元的约400年的就是天主教应该就是在公元的100年前的，我也没记得清楚因为这个是具体的时间了。为了这个，就上帝的儿子来到这边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教训这个民意因为都是没有人在认识这个名字，就是他们以色列的，因为就是为了这个你为救活的先知就说，我把你的名字交给他们，应该这个就在在。约翰福音的应该是第17章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就是第17章。对了26节，亚乌刷必须向门徒要指示的父亲的名字。我已将你的名字指示他们，还有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了我已经把他的名字指示他们，因为要指示他们，也没有人在认识他，就是根据最后的先知雅胡说，这一切就是对我们来说，你话是被应验了，你没有什么话再给直接这个犹太的上经，根据亚伯拉罕的上帝都被应验了，现在都是实在的，那情况是发生是怎么样？就是以色列的要不听从这个上帝所赐给他们这个法律，因为他们不听从的时候，那就父亲亚法就愤怒他就不叫他们在奉这个贡献的，这个就在无说在十字架上把他又废掉拆毁掉，就是要无说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来确认的是摩西的律法50条就是被废掉了，因为这个就在以弗所书在第2章第15节，就是有10条节是被拆毁掉，在希伯来话是10条节是被废掉，这个就给我们证明的。并且就是我给他们回答有人在说是到底是谁来废掉这个10条节，因为这个是他的父亲所赐给他怎么把这个要拆毁掉？因为就是他父亲按照以赛亚第66章第3节就说不可以再奉献饼给。因为如果你再继续要遵守的话，你就会死了。因为亲爱的父亲先把它拆毁掉，那就是好。因为要说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他就把10条节
和摩西的律法要在十字架上有要废掉啊。这个就是我们打个括号，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这个，我就想说，我对你们想说，就是你们赶快转向到呀，我说尤其是你们被别人迷惑了，要遵守是条件。对你们被人迷惑了，为了遵守这个是条件，为了这个就是呀，因为你们真的被迷惑了。你们是被下毒的，你们那边的手机有那个声音不对啊，请你们检查一下。那我就讲下去吧。以色列的儿女要不听从这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之后啊，就是父亲也要放怒啊，然后他就说我要把你们都赶出去啊。我们一起念下，就是按照那个利未记第26章，我们就从第几如果没有错的话，就是到31节开始。这个是到底在哪？利未记第26章第30节31节第32节到33节。我又要毁坏你们的教坛，砍下你们的肉下，把你们的手扔在你们的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花亮，使你们的终身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的形象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差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把刀追赶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他们就被散在列邦中，就是以色列人的，一旦要不听从亚巴的命令，他们就被赶散了，因为就是给他们要劝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杀了。因为亚乌帅被他们杀了，要劝告他们就专门的要杀掉父亲亚巴的先知。那我今天对你们说的就这是，那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他们的是父亲亚巴真的要把他们要赶散了，从那个波斯亚述人的当代的时候啊，巴比伦就在那个尼布尼基撒王波斯人的亚述人波斯人就是伊朗。那现在是那个伊拉克，然后就是是谁呀？那个希腊那个国家，罗马这个国家也来攻击他们。这些国家都来攻击他们，借助那种的野兽来攻击过了以色列的。最后的野兽来攻击他，这个教训都已经宣布过，我只是要重复就是那个斯特勒亚乌说的大师的教训，就在2003年的，当时都是无人能信的，因为这个就在2002年的就开始有解释，但是具体的时间就是2003年的关于这
这个语言的，因为以前都是要在关于拆毁是调解被拆毁掉了1995年的就开始要教训，要是调解这个教导。为了这个原因，我说的大是跟那些其他的教党就发生的矛盾，当代都是被别人逼迫了，却现在我们都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有些人都冒充了这个教训是他们的，因为就是在那个屏幕上面的那位先生的，当代就别人的逼迫因为这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的，因为我想说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从他们的地、他们的国、他们的本地要被赶出去但是就在后来就现在又宣布了说，你们要把他又放到他们的地方，我们来按照就在意思结束，我想先带着你们一起念这个意思结束，应该是第37，我们一起念吧，一起意思结束第37章，我们来一起念吧。第21节，第22，我们一起念。意思结束第37章第21节开始，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的人，因为就是他们要被虐待到别的国家，因为根据那个法律，就是他们被赶上到亚述人、巴比伦人的、波斯人的，因为他们被赶上了。到全世界，因为都有许多的国家来攻击他们就被废掉了。我要将以色列人的从他们所当的各国收取，要从四围的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因为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身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的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因为以前都是那个以色列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不了解那个以色列的历史就他们以前就是被分二国，一个是犹大，这个是应该是在北方，应该在南部，这个是不太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他们当代的历史他们这两个国都一直有矛盾了。这父亲那法就是说，他们就是要回本地的时候，就是我有叫他们回到本地，他们就不再为二国，那现在就是他们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总统，一个总统，却为了就是那个别人在控制他们的时候，就是那有的要管理他们，就总理就是那个便雅悯的尼坦纳胡这位先生，就是他非常固执，在反对所有的人，这是真的。就是有人在想以色列的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国家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都有杀害他儿子，他怎么爱他？他藐视他，他怎么爱？他不听从的，他有描述他的荣耀，要亵渎的他的荣耀，他怎么爱？如果他爱着他们，怎么把他赶出去如果是他真的爱，他怎么要被虐待到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都被虐待
因为他别敢上到全世界，这个就表示他是生气啊，生气。那你想问，那为什么他要归回到本地？因为他跟亚伯兰立了约，亚伯兰都从不要帮助他，然后他说我这个地方要给你的后代，所以那个阿拉伯就当代的阿拉伯是谁啊？就是要那个阿拉当代那个阿拉伯宗教允许的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当代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然后这个地方就属于他们，这个就在公元400年的以色列的，就是已经要被赶出去啊。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有伊斯兰教的西院的欧马，人家就是那个他们伊斯兰教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建筑了他们的寺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是他这个情况是太危险了，就是你把亚伯拉罕的上帝要跟那个伊斯兰教的上帝要住在一起啊，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要上帝要愤怒，就想挑战他。因为为了这个，就是我说的大使以利亚，就是要教训亚伯兰所求告的上帝到底是谁？我这个已经教训过你们。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他叫亚耶法，因为就在那个西院，那个伊斯兰教的西院有个建筑在那里，对他是不能介绍的。因为为了这个，必须要建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对了。建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必须要建筑了，那这个就是危险了。因为阿拉伯寺院了，就是我们有两家，这个是太危险了。这个就能证明的，以色列的是要遇到很复杂的情况，因为就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又被伊斯兰教建筑了寺院的，这个就在描述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那就是我就说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对以色列的非常生气的不得了，然后就把他们都赶出去啊！别赶出去的时候，就要叫他们的归本地啊！因为以色列的要归还本地的时候，那就是那些国家要把他回到本地的时候，就受到这个命令的，要看守他们像看守牧羊一样的，那问题就出来了。因为那些阿拉伯那个国家都已经控制这个国家，已经公元400年的，因为就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些那些地方都是以色列的地方。因为那样因为以色列的边境就在创世纪第15章，那个地方是挺大的，却为了由于父亲亚耶法的愤怒就把他们赶出去却父亲亚耶法是不会变了。因为他跟亚伯拉罕就说过，你的后代要承受这个地所以那他说你们必须要赶出去那为了这个，就在以色列的就引起大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是哪位上帝能做这样的大事？是哪位上帝能做这样的大事？却没有反对？在这个全世界上没有有些人就是说有玛雅那个国家，就这个玛雅有什么药都没有被应验了。我跟你们讲，那个玛雅这个话都是那个阿努纳基那个外星人阿努纳基都是那些叛徒的天使，都是外星人的，他们的上帝都是跟魔鬼是一样的。因为在
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预言了，说就是那个幕后到了，就要我说的，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却他们就预言了，说在2012年的时候幕后就来了，却就要我说的，但是要说这个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们都要愿意定那些犯罪的，这个就是让我有惊讶的，就是那些犯罪的限制，那个犯罪的限制，他们都是愿意定，所以那个不犯罪的限制，你们不想定。所以那些犯罪都是从魔鬼来的，就是说你们想要定就是魔鬼的话，那这个就随便你们，我们来念下那个以利米先知的话，就是在以利米书有说是要把以色列的儿女要归还本地以利米书31章，列国要听亚法的话，专要在远处的海岛，就是你们所有的列邦都要听这个亚法这个名字，这是亚法的力量，我们的父亲亚法。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就在远处的海岛，也赶上以色列的必招取他，要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的。就是你们要赶上以色列的，你们就必招取他们。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美国人，因为那个就是那些在那个美国那个地方那边都是远大的犹太的学者，因为英国人都有，法国人都有。因为这些都是给他们要建造武器因为其实就是那些以色列的都是有很多剥削因为受到命令之后要把他们归还本地那就是有美国人的要带着他们到1822年的，就是通过那些飞机要用那些船的其实就是那些比喻就是就是说这个美国要率领北约，就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呢，在西班牙还有其他的国家都是在那个北约都是参加这个北约。我们都看到应该是28个国家，或者是7个国家。我们就是27个国家。就是要带，就是那个头，就是美国、英国、法国，加上那个德国，就是由他们由这些国家来把以色列的归还本地，就是法国、英国。德国，因为德国有变了，就在后来就是有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呢也不喜欢以色列的，因为都是在那个比喻这个极端，所以他们就跟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被下令的，因为都是那些克林顿这个总统都不料到这个事因为就是那个乔治布什父亲，乔治布什儿子都不料到这个事因为就是那个乔治布什到1990年的，他都难过谁呀？是哪个国家？就伊拉克我也没记得好清楚。
他们都来攻击，那是十分生气了。他们对伊拉克人十分生气了，因为他们要杀害以色列的，因为他们都是要说到这个，就是要看守他们像牧羊看守他的羊群一样，所以要谁哪个国家来攻击以色列的，他们都要看守。是哪位上帝能做这样的话？为哪位上帝呢抗拒这个话，都是没有一个都能逃走啊。我们是现在说话的时候，就是那个美国是个强国家，只有人家说是他不是个强国家的，这强国家是俄罗斯。因为为了这件事，就在那个 YouTube 上有许多人在向我笑啊，就是在有人在下留言说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是代办了，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要教训呢不合法的教训，是哪个国家能打败美国？我只有这次来说，他们是不会打败俄罗斯啊！我的上帝是这样说的，他对我来说，你要说没有任何国家呢打败俄罗斯，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吧。因为接着就是呢，现在那个叫拜登都在支持以色列的，连那个卡马拉哈里斯现在不知道是哪位要当这个美国总统，都是在支持这个以色列的，我们就到这个话题吧。因为要到这面，我们都能看到叫拜登就是马克龙，他有点不高兴的，因为在那个黎巴嫩那边有他们的军队，就叫他又生气了。因为这个局势非常复杂。所以他们都说到那个命令要看守他们，在那个美国要不会离开马克龙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有所有的国家都来支持这个，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国际的局势啊，所以你必须你就不能说话的，因为他们都被父亲的压。都是没有人能聊到这父亲的道，因为全世界都没有不知道是有话要进行，有些就是要在胡说八道给那个一说然后他们就说是那些模糊的，然后说那个伊朗那个就是那边，但是这个模糊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都是我这个教导在说到这个模糊有些就是那个说是那个天主教的教化是耶稣这个那个天主教的教化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都是魔鬼的话，都是简直是胡说八道，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们继续讲下去因为以色列的要归还本地的说，就通过美国、法国还有英国的那个国家，那就发生什么事了？阿拉伯人住在哪里？你都想一想，他们都已经在公元的400年的到公元的1822年的，已经他们住在那经1200年的，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都已经建筑了一个寺院的，有2家大的院的，那用什么样的办法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你要把那个阿拉伯赶走的时候，那必须那个寺院，他们的寺院都拆掉了，那谁能进行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在父亲的亚耶瓦是不是的，所以那个以色列人都要归还本地。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阿拉伯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因为他们都在那里住了近1200年的。那我们都看到这个情况到现在，就是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因为阿拉伯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叫白纸来那个萨达姆都被他们的
就那个萨达姆胡森都被他们杀掉了，因为都是他们都在支持以色列的想要他的地方。这那个美国人都在那边在假装了，在挑战，因为这个就他们就强迫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要赶走，然后把那个以色列归回本地，这个都是为了一年夫妻年发的话，按照那个他对亚伯拉罕说，这个地方这个土地是归给的后代，因为以色列确实要回到本地，你还说真正的上帝不是亚亚法，你在低落的时候谁在那抗拒？这上帝不是亚亚法，你们都没有不了解这个历史，你们都看这个情况了，这个都是对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之间引起很大的问题，然后。因为就是在伊拉克、伊朗，那个阿拉萨塔拉伯，因为其实就是那个。阿拉伯就是从那个他们的，这就是在他们的在沙特阿拉伯，就是他们的主心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那美国人就来攻击伊拉克，不叫他们在攻击是为了避免不叫他们要攻击以色列的。现在他们在追以色列的来攻击伊朗，因为这个就是他们都在心里都有不舒服的，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以色列的在另一方面要不断的来攻击是哪个国家，就是那些阿拉伯，就是在那个黎巴人，就他们的土地都是在往前那家了，为是。叙利亚这个是亚伯拉罕去过那个地方，就在那个亚述，就在那个亚述黎巴都是以色列的土地所以他们都是被父亲也挨骂的时候就刚上了，却要结婚再婚，就是叫他们返回本地，因为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土地都是他们。就是都是属于他们的，所以那个土地都仅属于阿拉伯，所以来那个美国人的。为了这个，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教都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伊斯玛利他不是阿拉伯，他是爱自然的，他是爱自然的后代。他是爱自然的后代，因为有些人都在辩论的说，去以色买利不是阿拉伯，因为他父亲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他去老婆的时候，就是他母亲娶一个爱自然的为他妻，所以他就是爱自然的。伊斯玛利都是爱自然的，因为他不是阿拉伯，因为有些人都在对这个话题在辩论，因为伊斯玛利不是个爱自然的，因为就是他们那个因为崇拜的时候可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要查考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在摩西的五经可以查考，因为以斯玛利就是要娶了一个爱自然的为妻，所以他的后代都是爱自然的。在这方面我想跟你们讲，就以色列的回到本地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问题，到如今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以色列的都是有那些北约美国英国都在支持他，就按照那个父亲的按照那个上帝的命令是要看守他，
所以在另一方面有一句话在说以色列人的你有准备啊，因为耶路撒冷攻打你啊。这个话就是在公元的400年以前的，但是我们再接着就在公元的400年的，就在有200年的之间，有甚至说以色列的来攻打耶路撒冷，来攻打以色列的，这是父亲耶和华所颁布的一条法律啊。因为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讲攻打以色列的，那谁是跟着？谁是哪个国家？哪个国家是跟着耶路撒冷的？那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节目就不要太长了，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是好多在睡觉啊。我们来念一下。以斯结束第38章，我们从第17节、第18节，那应该这个就差不多了，这个应该差不多了第14、第15、第16。以斯结束第38章第14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的对哥哥说，这个哥哥是谁？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的恩让的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就是以色列的，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基础率领许多的国民来，都骑着马，那一大堆极多的军兵，他就是从那个北方的基础，这个就是那个在那个法国的圣经的，就是说在北方的基础说的就是耶路撒冷，你们在问的可以要查考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就是要看那个期货的，你们可以懂，我们可以查考，然后在那个谷歌读也可以看到。因为这边这个就是要北方的基础。你是从北方的基础率领许多的国民来，都骑着马，那是一大堆极多的军兵。哥哥，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的如密云遮盖的地面，模糊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我在外邦人的眼前，在你身上显为神的时候。因为这个就在那个我们已经到这个模糊这个地步然后就是耶路撒要讲真起来，他来攻击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那这个哥哥他是谁？我们从第1、第2、第3节、第4节要念。我们今天就是要说一个教训的，这个是对你是非常重要的。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哥哥的，就是示罗是米舍杜巴的王，法院公家，就是那个哥哥，就是在马各示罗的米舍的杜巴的王，他是耶路撒冷王。这个米舍就是他在靠近的莫斯科都是在北方的基础的后代。
可以说是现在的莫斯科，现代的莫斯科，大约还有其他的后代，他们都住在俄罗斯这个国家。因为我为了这个，我就说这个乌克兰就是在俄罗斯因为我就说那个乌克兰是简直是胡说八道来跟着那些别语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的爷爷因为他是当这个爷爷，他是总不会要打败了他的子孙，因为这个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的主星。这个就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基辅俄罗斯基辅因为基辅就是乌克兰的首都。他们就是俄罗斯的主星的，然后那个俄罗斯就与他们要分开，然后就是那个莫斯科那里真正的俄罗斯就是这个乌克兰，因为不管怎么，他们必须联合起来，乌克兰俄罗斯，因为真正的俄罗斯就是他们。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来攻击以色列的，那就不管怎么样，俄罗斯乌克兰必须要联合起来，因为这个情况绝对不行的。如果你们读的历史，你们就能聊到我所说的一些话，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住在基辅所以那个基辅都要跟着美国那里，因为被那个像美国要打好的，就是被那个美国想要做那个殖民主义乌克兰跟俄罗斯大战，这是简直是糊涂就是他们的祖先跟孙子要打仗，美国人都有就是为了他们特别爱建的，为了这个都有真正的钱财，就是来叫他们要矛盾了。我向你美国要警告你不能再动了，你要受重伤了，那就要接着要听的，因为这个怀疑这个是父亲也法和也无说得到。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民是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必用国住你的塞家，挑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兵带出来，都避过阵地，成了大队。有许多的东北各拿刀剑，因为俄罗斯不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一出来打模糊就到，因为没有人和国家能打败了俄罗斯，你们的专心听人所说的一些话，因为这个教训都是在2003年的就我们到现在已经有，如果你们有核弹有核弹，都是可以有保存这个教训。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俄罗斯是刚刚被拆掉那个国家。因为俄罗斯就是在前苏联的，就是在1990年的都被废掉了，就是在1991年的，当时就是那个当代的那个总统的俄罗斯总统，然后就是应该在后面就是有。现在就是不得，然后就是梅德韦杰夫接下来就是不定这个总统，在这个美加总统的时候，他们的国家都被废掉了。应该就是那个梅德韦杰夫。那现在就是不定当这个总统，这个国家他不想出来，因为他都已经刚刚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在这个地球上，
别再想想你们不能领会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是不好。因为他们就是本不，他们就不想出去，不想迎战。因为他们出去迎战的时候，遇到他们都被拆掉，被拆毁掉。因为就是他们的模糊也到，就像你们人类一样的。如果你要死的话，就是你说我要明天死的，也不今天死了。所以他就是要用那个骨子，用骨子要裹住他的腮甲。因为他就是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要攻击以色列的。那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以色列的就想要攻击，想要攻打伊朗。那亲爱的亚法就是亲爱的父亲亚法是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对这个情况是怎么说的？但是永远的荣耀是归给他。那跟这位。这个耶路斯是哪个国家？第5节，波斯人的，就是我们现代的伊朗，就是这位伊朗这个国家。那证明的，如果你们今天听新闻的。今天如果听新闻的话，就是我们就听到这个宣布就是总统先生的布丁先生的总统，到时候如果有那个什么国家来攻击伊朗，我们就来支持伊朗，就像那个美国来支持来帮助以色列的，就是说这个国家就成为二主，因为就是那个耶路撒那个美国。美国就是来支持以色列的耶路撒就是来支持伊朗。那这个情况是到底是什么？在你们这个地球上就是表示那个大战都已经爆发了。我跟你们讲，这个就引起乱子，因为这个都跟那个天主教的教皇的要当这个耶稣是没什么关系的。最要是的大师以利亚已经预言了，这个预言了到2003年的，因为我只要也给你们解释，就要教你们听这个。2003年的就是这个波斯人的，就是要说的，就伊朗这个时候当时就是伊朗跟耶路撒冷都没什么关系的，因为那个耶路撒冷都没有什么力量的，当时是那个力量是非常软弱的国家，所以他都没有跟着这个伊朗，因为当时伊朗就收到这个命令，2005年伊朗又收到这个命令，你要准备武器然后就是伊朗就要建筑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原子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那个伊朗都有一个核轰炸，所以这个核轰炸，但是他们讲不假装死的。因为我对那些美国、法国、英国人的，他们有自己的核轰炸，就是不定的总统来支持他。那你说你是怎么认识这事了？那就是这样的，就是布丁就是来给他们要进入这个核轰炸，然后那个布丁说你们别乱来，如果你们乱来的时候，那我们就那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无人机因为就是耶路撒在帮助他的之后那就是伊朗也来帮助那个耶路撒，那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都一起能看到昨天或者是今天了，就是
不听行声的，就宣布说我们来支持伊朗。如果有什么国有别的国家来支持伊朗，我们就来。因为其实的那个其实就跟圣经就说伊朗俄罗斯就是在一起，所以你以色列的你别再动了，因为美国人就没有办事，没有资格再帮助了，因为他们都是被上帝的控制，因为就是在不多的时候，以色列的就不再动了，时候讲到你不能再动了，这个是以利亚从父亲耶和华和耶和华那里来的命令。我再强调是以利亚的命令从父亲耶和华和耶和华来的。那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你俄罗斯啊，你跟着你这波斯人故事就是埃塞比亚，这埃塞比亚都跟着中国，有些人都说那个中国是比俄罗斯还强大，那这个是简直是糊涂啊！因为那个核轰炸的力量都是在俄罗斯那里，那中国是什么时候那比俄罗斯强大？我请你们技术员的互联网就是 RTV 马拉嘎斯都被停掉了，请你们先看一下。就是跟着那些俄罗斯就是埃塞比亚人的，在2003年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少的非常穷的国家利比亚应该就是如果没错的话，就是那个利吧，就是在应该是今天，他们就在帮助。这是巴勒斯坦，因为他们都在举行那个动作，因为他们真的接受不了来杀掉这个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你们都看到，就是那个上帝的话都被应验了。革命人的和大军队，就是那些边防基础那多加码驻大的军队。这许多的国民都懂着你，这些国家都要跟着俄罗斯。那你聚集到您这里那个各队多的当准备，你自己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您都看到那些非洲人都在跟着俄罗斯。非洲人都有30个国家都在跟着俄罗斯。你们都看到有2位代表，就是利比亚，就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就代表非洲。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个南非都已经跟着他们，这个就是那个 BRICS 这个系统。印度都有就是在那个中国、南非、巴西那个国家。就是那些不再跟着那些美国人都已经离开他，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俄罗斯做他们的大帅，因为都是他们的心理所有的人的心理都也跟着他，因为就是要做他们的大帅。那这个就是说明的，就是那个联合国都要帮到俄罗斯那里，因为这个就是他是要做他们的大帅，这个就从那个 BRICS 开始之后，他是要率领他们，因为他已经威胁过了，他说你们的伊朗要攻击伊朗的时候，这个就表示与给我们的要作对，因为所有的武器都有普丁都已经拿去那边，连那个弹道都已经就是 S-400，就是那个飞弹道，这个我不知道有什么武器就是那些歼击机都已经运到那边去。
人家情况越来越不好啊，这都是为了一念上帝的道，谁都没有料到啊，就是俄罗斯跟伊朗都有一块，你们都是没有料到，要我说的大使伊朗都从2003年已经预言过了，就是说他们都一起啊，这是上帝的很清楚了，你们都看到那个非洲的情况都要跟着俄罗斯那些已经相同的国家都已经跟着俄罗斯，所以大就是那只一说就是俄罗斯就是那只一说就是就是俄罗斯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你们人类的死亡的门已经开了，所以我们不再阻挡那个核轰炸要爆炸，因为我们都在传这个福音的，那这个都是快要爆炸了，又不说是真爆炸了，所以在尚未当下，我们人家再想个办法为了证据来，这个都在让我动脑筋的，就是我用什么的办法为了证据那些人的就不应听，就是他们也不理睬。我在想，我应该先把那个核轰炸先爆炸了，然后他们就能知道这个话是真的。过了多日。就是在那个你被拆派到模糊的正念的，我们就是来为了寻找你骨骼，一家就是要率领这事，要把你从那边要处理出来，用上面的办法，你们就做到，教因为你们都不想听我一直说的，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关于耶利亚的历史，是你们都看到他的话都被念了，是哪位上帝能做这样的事？就是你们说是你们说自己敬拜的上帝，你们教导成次来抗拒这个话，这都是耶利亚的上帝的话，就是有耶利亚代表的，因为我现在把我详细的情况要解释，我们能通过这个就在模糊的正念，这个情况就发生了。我给你讲，模糊已经到了。因为所有的都已经被乱子，因为以色列的都要归回本地啊！现在有的些都已经来现场，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在这个万物的国家，却他又被说到就按照那个技术路，你是第8个你只说。第8只说，所以我们都已经到那个模糊俄罗斯要站起来打又跟伊朗跟中国有一起，因为在技术路第60章就是那个中国人就是威胁那个国王要修道路，因为他们就专门的要修道路，那这个就很清楚。如果没有做的话，就是在技术路第16章第16节，这个是在哪？那我们来吧。那好，在哪是就是在记着。好，第12技术路第16章第12节，第6位的第18弯倒在波拉的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的所来的中往一边道路，这个就是那个中国都要到哈密州东去啊，因为他们是从那个从那个日出那边，都是俄罗斯要率领领导中国，在他们到底要去哪？在第16节，那3个就是他们要聚在一处，西部来话叫哈密州多东。就在那个以色列的上
一个以色列的一座山，这个是很大的地方，这个都可以聚集2000万的军人的，因为在那个5月13号的时候，原来在聚集的时候有那就这100万的，那你就把它要乘以是呀。因为在那个就那些军人别聚集在那里，就是在模糊的时候也跟人家我说要做对，就是要2000万的，就是各个就是耶路撒冷王来率领他们。是哪位上帝能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个记录路数的启示就在公元的70年，或者是公元的90年的。这个都是到我们的2020年都毕业了，到400年年后多一年毕业了，你还说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假的，你还说是以利亚是假的，就是你们说那个耶稣，你这耶稣都是天主教的教化。别再胡说八道，因为你们毕竟都是个犯罪啊，都是没有不把羞耻的。我说的都是你们，要想一想吧，要想。我是在告诉你们，话都毕业了，你们都看到耶路撒冷跟中国都在一起。然后就是有人都在说是布丁都在向中国讨好的，你只说不是布丁的，但是为耶稣要开路的，他也他也真的很不的要向攻击向爆炸和原子弹。因为你对他是很轻易的事情，他跟乌克兰要打仗，因为他想要打的最大的出现的，不打也是来打的，这个都是因为那些他就是这位弗拉兹米亚泽连斯基的糊涂，因为他都不知道上帝的道，因为他们必须按照这个，因为这是亚亚法的命令，就是我们的父亲，就是以利亚的父亲，所以你不能抗拒这个，你不管怎么样，这个话必须要坚信的，这是以利亚的父亲，他叫亚亚法，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在地球的时候因为在天上天那里，就是天上天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我说的上帝，但是天上天的子民的上帝，就家往往的天使的上帝非常好的荣耀归给我的父亲亚亚法。那这一切都毕业了，那问题是究竟是如何？因为上帝的道就是要说。以色列的就是要做一块重的石头，放进去的会必受重伤，要放进去它就是你要想把它压，或者是有想把它举起，或者把它很重的石头要压在它上面的。我们来念下在撒迦利亚第12章这个读完之后，这个念完之后，我就结束了就是在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的本章注定的建立地界，就是亚巴对你们的后代就是很生气的，然后就是亚巴你们回到这边，我们就回到你们那里，就是我我念的就是别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念的说第1章，撒迦利亚
撒加利亚第12章第1节，亚法轮到以色列的摩士部长主殿的建立了地基，造人里面的指令的亚法说，也就这位亚法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就宣布了说，在你里面有灵魂的，因为他有造人的里面的指令的，就像那些美国人按照他的根据他的话来进行，俄罗斯根据他的话进行。他说你里面有灵魂的，灵魂指那就是有灵魂，那这个灵魂就是以利亚来证据啊，所以你要接受证据吧，别再糊涂，要赶快要证据的灵魂，你这一切话你都没有，你都不知道，连除掉的罪都你都不知道，全晚的生活都是人不再犯罪啊。那你说啊，要我说的大事，你为什么你说我们是混账了？你不是混账的，因为如果给你很多钱的，那你赶快就追过来，因为这个钱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是要归回承诺。我所赐给你的就是永生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您说的，个个要相同吧。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啊，向四围的列国的民成为令人的昏醉的别，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灾祸，然后就是你要像那个就昏醉的，因为这个就像那个妒忌的时候就别打，就是要混在里边，因为这模式也轮到犹大。你们以色列的，你们要准备。要我说的大事以来，已经要警告你们以色列人的要准备，因为时候要到，要攻进你们。这一切都是在2003年的就要教训过你们。当时在马达加斯加有听到这个教训的人都有知道这事，在马达加斯全国都有知道这事，因为海盗都当伙他的巡回，所以那个巡回从马达加斯加的海盗又出来。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的攻他的王民，当作一块的重的石头。现在全世界都是因为由于以色列的问题，那全世界别乱子，因为都是他们要说到这个话是这个土地是属于他们，所以他们都是杀掉我说一个犯罪人的，因为他们的归回本地一个犯罪的人，然后就想跟别人要作对啊，因为就像那个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犯罪的人，却亲爱的父耶法说他尼布甲尼撒是个他的仆人，因为他被他利用的时候都是要当他的仆人的，也不管是谁，连魔鬼都被他必须要去啊，因为他是个创造。这位父亲耶法他给你下令的时候，你不能抗拒啊。这是一家的父亲，他下令的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给你们说，把你们所有的上帝站起来，要教他，要跟这个话有抗拒啊，要反对，因为这个话不能再定到，必须要到中间了。我把你要当做一块重的石头，这个就是对美国、法国、英国有很大的问题啊。
对伊拉克在连中国都对大问题，就是对全世界以色列的历史对他们都很大的问题，因为要叫他们的贫穷有很大乱子，那最后的就是很大乱子，因为放进去他必受重伤。犯罪期的必受重伤，那这个时候谁来举起以色列的？这不是美国人嘛？因为现在就是那个美国人都要遇到这个问题。那上帝的话就是说，你们的犯罪去他必有受重伤。那我们就是要使用法国的圣经来念。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的向聚集的攻击他的王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犯罪期的必受重伤，犯罪期的他们必受重伤。只要犯罪期的呢，只要必受重伤，因为他要受重伤，因为父亲也法与他们隔绝，与他们作对，他在父亲也法做不好的事情。只要你要犯罪期，他都必受重伤。现在想举起他们，就是他们美国人想把他们的举起，要把他们的归回本地，这是美国人所做的。那父亲也法对你有说的，我不知道谁是你们打你们的总统，你们就不管怎么样，你们就必受重伤。因为这个有一个东西被重伤之后就不能再动了。那你们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意大利人的你是德国人的，都是在那个边缘，你们不能再动了，不能再，因为现在就是你们模糊的日子。因为像自己的攻击他的文明的，所以在这个所有的人在这个地球都是来攻击你们，因为美国人都要举起你们，想把你们要高举起来，然后就所有全世界都来攻击你们，因为美国人是很糊涂啊。美国人，如果你们有聊到这事，你们早就停下来停止了，因为我都给你们进教训的。这个最后的大战，幕后的大战，你们美国人要受重伤，你们在YouTube上面有人说很大的话。就是你们就看到这个话视频1年之后，你们再重复要听教训吧，所以你们都无话可说。你们都看到那个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大战的时候，你们都已经没有办法要处置，你们不父亲也法的话，你们不能抗拒啊。2017年的是今年的。亚乌说的大使已经宣布你们会被受重伤，你们都已经有那个经济的问题有债务的问题你们都是要帮助要给乌克兰的捐助你们都已经没有能力已经要上那个医院才能解决所以你们都要转向到父亲也发现这个要1年了，就是在1年在你们的身上都是他的话，我对那些有脑子要说，这个是我就是你们的转向到父亲也发，你们别再算这个算那个，就你们那个政治，因为你们都在描述那个上帝，如果你们只要跟着要与那些真正的上帝要同在，你们就不再描述他，所以
所以我在跟你们说，现在是要转向的时刻，你们要转向的父亲那话要说，不管怎么样，美国人必须要被拆毁掉，要被受重伤，你们的折磨，你们的痛苦就要来到你们的美国人，你们对你们的英国、法国，你们所有的北约。因为你们都在举起以色列的，你们会有受折磨，对你们以色列的全世界的国家都来攻击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寻求亚娃和亚乌刷。到那个时候，你们寻找你们所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所看见就是他的弟弟，因为上帝的计划就是与他同在，就不再犯罪。你们眼睛都亲眼看见了。有些人都说我们都已经不再犯罪，我们都一天有祷告5次，那你为什么就一天了还要去悔改？那你为什么要敬拜有悔改？你为什么要娶几个老婆？有些就是个老婆，有些就是个这100次上马日活亚伯拉罕的上帝说你又可以娶几个老婆。亚伯拉罕的上帝对救活的先知说不要再犯罪。他是这样说的，而那些娶几个老婆就是个犯罪，那你对这个如何？你千万别说我们是不犯罪，因为只要把这个名字亚娃有改变的东西，这个就表示你是个犯罪啊。话就是到这里，聪明的人讲或者站起来，愚蠢的人讲或者往前说话。我祝福你们。要个个都有转向，因为要拆毁掉你们那个时刻已经很近了。现在那个局势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个乌克兰必须拆掉了。不管怎么样，他们必须要返回到耶路撒那里。你们就赶快回到耶路撒那里，因为你们只有光杀人的，你都是叫那些魔鬼高兴的。这个情况是令人的伤心的。那些就是那个所有的国家的总统都是。因为这是有杀人的，因为他们给那个魔鬼立了约啊，因为你不能当这个总统的，要先杀人的，为他们的给他们把血和他们因为魔鬼必须要和谐，所以他们都这个死人都是不管了。有一点了，就是那个美国总统都是他说那个死人都已经很多，他说不要再打仗了。因为你都已经明白了，你心里都很清楚了。他说死人都已经很多，这个就按照这个想法，那个魔鬼是不是已经已经后跑了些？因为叫他们要打起来之后就是许多人杀了，这个情况就可以说他们就被摘来的。被摘来的这句话我都听了，这句话我都听掉了，就是我也不再打，因为已经死了许多人，就那些在这个，因为这个全世界的当这个总统都是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我在教你们这个全世界的总统赶快转下来，别再被魔鬼利用吧，因为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那个魔鬼的工具。因为你都想要你们的口袋都是想要很多钱了，因为你们都有叫他们有打起来之后，你们就有说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要令人伤心的，就是你们要创造你们的，实在是要伤心你们的。所以你们不听这个真理的话，不管你们会被拆毁掉，但是在被你们拆毁之前了，那就是我说你们先转向到呀，我说你不管发生怎么样，
耶路撒必须要站起来，因为他是一直说，他必须要攻击以色列的，因为模糊到了聪明的人间或者站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受害。因为这个话就是应验了，在这个模糊，全愿你们在听我。在这个时候听我，你们就转向，你们要听以利亚的话，因为你们真的会死了，因为你们的眼睛都已经看到这样的局势了，却还没有想通了。这是我的父亲亚巴他差遣了以利亚，你们一定要重新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亲父亚巴，永远的荣耀归给您，请您把有这个教训的，因为这个就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因为我借着这个教训，连那个总统都要叫他们要想动吧，因为他们都是被魔鬼利用的，因为那些愚昧的都是想吃那个人的生命的，因为魔鬼都在想，他们杀了许多人，他们就力量与你挑战。要我说真的是愚昧啊，他们真的是愚昧啊，却人力啊。要我说没有想通，为了这个要我说都要恳求你的，叫他们要转向，要转向到你那里，要转向有观众在这个网站，因为你都把你们的所有的教训要放在里面，就这是你知道，为了拯救你，亲爱的父耶和华要我说。犯罪的人不能去你那里，因为那些听的都是你的。犯罪的人不能将军去啊，因为他们去世了之后，不知道他们的道路啊。他们现在活着就有大话，所以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就会承诺，然后就要面对您父亲呀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父亲呀吧，请拯救他们，因为他们被那些愚昧的要被害呀，因为人类是愚昧的，就跟着他们的原意。为了这个亲爱的父亲呀吧，我尽力的为拯救他们，能够拯救，因为他们听着是不听从你的话，他们不理睬，不想听的。只有您的能叫他们的思念转过来，就是你亲爱的要我说，请您要转向他们的思念，能明白这个真理，因为模糊已经快到了，其实模糊都已经到了。亲爱的父耶和华，请拯救他们吧。这是以利亚的向您要求啊。请给他们的要明白这个，为了转向到您那里，父亲耶和华，为了拯救他们自己的灵魂，因为这个灵魂是你所赐给他们，你要造人的，要把里面的真理的，他们就是一句话，就要灵魂就回到您那，回到您那里，这个灵魂的过生半之话没有要到顶上天来的第二次，他们就回到要对到火里，所以要帮助以利亚，给以利亚有知识，有智慧，让率领到他们能到您那里，永远的荣耀归给您的，要借着这个话，要把的荣耀要展示出来，他们能够悔改，能得到拯救。亲爱的，要非常感谢你真的要答应我的祷告，你又听我的祷告，我凡有说你的名字做了这些祷告，带到去我们父亲耶和华那里，阿利路亚，阿门。那我们今天的时刻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到此，那我们就到星期五再见。你已经别心眼了，赶快要报名那手机里就在那个微信上加26186。
66398。就说我这个电视是离我比较远了，所以我看的不是这个是没关系，我都能看得清楚了。就是你们要通过这个 WhatsApp 就可以给我们联系的，你们可以发短信的。我再说一遍，加2632866632，我再说一遍，加2632866638，就是你在光在收听在听的是收音机啊，我就又在重复这个号码，那就这样吧，就要赶快要报名熟悉因为对您的就是今天没有别的办法，要说祝福你，要保佑你们我再说一遍，就是请你们的技术员要把这个要做一个第五课的教训，然后就是要把那个翻译要做得好。可能我们那个声音是不太好，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个电话，这个对马达加斯加人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做那个翻译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然后就祝你们能得到有说的把握，对那些翻译者就是要做翻译好一点，有说把握你们。